先吗？好骄傲啊！然后屁股都翘起来。你们还想听哦？想。你们有赶捷运的没有？没有。赶捷运的就偷偷走，不要让我。等下会唱歌闭眼睛。你们就偷偷走没关系，赶捷运。好，好了，那欢迎所有的乐手上台好不好？对，如果你们真的觉得我唱不过，外面有卖 DVD 啊。对，好歹我曾经在华山有1000多人呢。空空掉800张啊！但很难得有2个小时都唱母语的，应该算是全台湾第一个吧，就是全母语的 DVD 演唱会。听不过可以去买啦，现在没有钱买也没关系，有一天我会等到你买的。这是缘分的问题。教你们唱一首都兰的歌好不好？好。希望真的相见都兰哦。好。我当领唱这是阿美族的唱歌方式，一个人当领唱，然后其他人当打唱。打唱的只要反复同样的语句，也会给领唱者力量，然后领唱就会很多不一样的旋律的变化。试试看哦，也要给我力量哦。好。来。简单吧，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就3个字一模一样哦，会了吧？旁边有外国朋友翻译一下，哦嗨呀 and 咿呀 and 哦嗨呀 ，you know？OK 啊 ，OK，you sing please。不要了，这种还有鼓掌的烂呢。丢脸，没讲英文。我最近常常出国表演都不太会讲英文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我的表达就是来。哦嗨呀，咿呀，哦嗨呀，炸！哦嗨呀，咿呀，哦嗨呀。嗨耶呀，哦咿耶呀。哦嗨呀，咿呀，哦嗨呀。哦嗨呀，咿呀，哦嗨呀。哦嗨呀，咿呀，哦嗨呀。哈呜啊嗨呀，我咿哟咿哟嗨呀。哦嗨呀，咿呀，哦嗨呀。都要唱哦，孩子啊，谁得管？不要放弃自己。